將電話號碼最後嗰5個數字寫落嚟，我會同你去預測你嘅運程嘅。好，非常之好啦。我哋喺學名裏邊咧就叫做命宮，即係自己嘅運程。咦，呢個號碼咧係一個好運嘅號碼嚟嘅，因為喺而家呢40年裏邊，8號、9號同埋1號咧都係一個行運嘅號碼嘅。所以咧大家要記住啊，如果改電話號碼，其中一個簡單嘅有效嘅方法就係喺數字最尾1、2、3、4第尾4個呢個位置改一個8號、9號或者1號咧，呢個命運咧唔會差得去邊嘅。咁即係呢個號碼咧就啱啦嚇。OK， 好啦，嗱，整體嚟講，我覺得成個號碼個結構咧都係一個好運嘅結構。嗱，你對未來有冇一啲嘅運程想問一問咧？財運係咪啊？嗱，好啦，我根據呢個號碼，再用我哋易經64卦，你去抽一張牌係關於你嘅財運啦。好，嗱，我哋開咯嚇。咦，呢一張牌咧喺易經64卦裏邊咧就叫順為風，順為風係解風向上升，代表你個財運會好快得以向上提升。如果你問我係幾時會發生呢一件事咧，係明年嘅西歷嘅4月同埋5月，你嘅財運係非常之提升。首先，你全部呢啲號碼咧，1號、8號、9號喺而家呢幾十年裏邊咧，絕對一個好運嘅號碼。咁首先呢啲要好運先，如果唔係呢個牌幾靚都冇效嘅。但係呢個好運嘅號碼，再加呢個非常靚嘅牌，咁我諗一定就係你明年4、5月會有一個大財運嘅轉機會出現嘅，你一定要好好去把握佢。好啦，嗱，大家如果喺命運上有啲咩想我去同你去分析，記住響後台私信我，我會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嘅。